于诸法乐者，多苦诸众生，足以众安乐，断彼一切苦，更复尽其时。彼有等此善，安得自此有，其有如此福？好，这八句的，所以我们知道前面的这个4句的内容，然后我们主要是我们导致我们下地狱的，导致我们轮回的，导致我们永远不能解脱的这些因素，都是贪嗔痴无明烦恼造出来的，都是业障。所以能够可以在为了要解脱这些一切不幸福的根源贪嗔痴，以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人，能够可以为了所有断除所有一切的这个烦恼跟痛苦，然后就是获得一切幸福圆满究竟解脱的方式。如果是谁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自己因为什么样子想起这样的一个实相然后对这个方面怎么样子的一种力量能够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功德的话，那么这个功德是无比殊胜的。然后接下来还要继续听，若人处恩师，尚且应称赞，何况未受托菩萨自乐为。对，前面的部分呢就这样，如果是有这样的引导者，或者是可以有想起这样的，那就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善知识，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恩德。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对谁是要最好，对不对？我们要为自己是要比谁都要更好，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要知道为自己要那么好的时候呢，那必须得要知道有智慧的为自己好，没有智慧的就不行啊。在佛经里面说讲的，父母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恩德，所以就是必须得要一个人来说的话，就是对父母的孝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这是最大的功德。这谁说的？佛陀说的。那同时佛陀也是说，一切众生都是跟妈妈一样的，因为曾经也是做过你的妈妈。所以我们现在要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佛陀为什么说一切众生都是你的妈妈？世也是过去生已经是做过无量无数次的你的妈妈。但是呢，妈妈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报答母恩才是最大的功德，对不对？但是佛陀有没有说你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是要听你的父母？没有这样说。原因是什么呢？父母对小孩的心，他认为一定要为小孩，或者是这样做才是最好的这种方式。父母对小孩的心是没有要讲的，是非常殊胜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慈悲。父母为了自己的小孩，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都可以放下，可以放弃，也可以付出，一切都可以付出，做得到。但是父母会不会为小孩真正的带来快乐的幸福，这个方法父母也是没有这个智慧的。所以佛陀说不用一切都是佛陀没有说一切都是一定要听世间父母的话。同样的，也不要听自己的这种烦恼跟贪嗔痴，断除烦恼，断除贪嗔痴父母为小孩这么想，我的小孩要好，我的小孩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如果儿子结婚了，那他的对象是他的家人，对他来说呢，他跟他的对象都是一样的重要。但是父母的话，可能是
儿子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是连一个小小的想法啊，那他太太的想法，哎呀，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中间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区别，因为这是什么？我执，都会想自己要好，而且是认为自己是最好，我的小孩最好啊，他的小孩什么什么什么，父母都说我们的小孩是最好，然后他们的小孩什么什么的，那这些是什么？众生的我执就是这样。所以没有智慧的情况下，从一切都是以贪嗔痴发起的心里面的想法跟一切行为都带来的都是不断的痛苦的原因。所以这种在一个无明愚痴的一个轮回的黑暗当中，在我们就夜晚没有月亮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有双眼，但是也是看不到前面，是一个黑暗嘛，对不对？那这个当中呢，如果是有一个人就是拿一个灯作为你的前面的这个照明，那就是才看得到嘛，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我们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区域，走错一步就掉下去在生命都会失去的一个这样的悬崖，左右前后都有很多悬崖，但是有一条路可以走，但这个路是很窄很不好走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一个夜晚的当中，你必须得要经过这里，那没有灯没有月亮那这种时候你是不能不走，必须得要走的时候，那就心里有多么的害怕，对不对？而且有恐惧，而且也是确确实实的就很有危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拿一个灯让你看到你的路，你顺利的过去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德？会不会想这才是我真正的恩人啊？那个时候没有他的话，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只有因为他才我可以顺利的走过去了，我的生命是还保下来了，会不会这样想？所以我们众生在轮回当中呢，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我们善恶没有办法分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我们没有真正的能够可以善恶分别的这种智慧的双眼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当中，出现了诸佛菩萨，出现了让我们能够可以学习菩提心，学习菩萨心，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能够可以分别善恶的一个双眼，那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在学习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当初巴珠仁波切的他的菩提心，给我们众生带来多少多少的帮助，多少多少的这个利益。然后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个如菩萨行论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们要想起当初佛陀的伟大，佛陀的功德佛陀给我们的这个甘露，然后同样的就是叶城菩萨他呢就是要慈悲的这种甘露留给我们的可以学习，而且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这么殊胜的功德，也这么殊胜的一个甘露那么这个我们更加的要感受到，同时也祈祷诸佛菩萨，我们就是要发心发愿，同时我们要知道，就这么多的众生，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么多的众生，那就没有任何依靠的，还是在这个轮回的海岸当中，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种一个悬崖当中呢，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掉下去，一直不断的在掉下去，掉下去都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能够可以解脱的，以这种遇到这么多这么大的困难跟这么大的危险，那这些众生是多么可怜呢？所以我们为了这些所有的众生，一定要发菩提心。自本作人着康中